在滩修路，这里有一间永久地契、装修精美、格调拉满的两房单位在售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Let's go！ 欢迎来到这间精美装修、充满格调的精致两房。这间单位的面积是818平方尺，是一个非常方正、宽敞的2卧2卫单位。宽敞非常实用的一个客厅，望出去是德明中学以及一个整个无遮挡的景观。从这里一眼望过去，可以看到金沙的烟花。 这个主卫非常的宽敞明亮，两边都有窗户，并且可以放得下一个 king size bed。主人房的卫生间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致，格子地砖再搭配这经典的卫具设置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 vintage hotel。在这个客房，屋主已经做了定制化的床和衣橱，这样可以节省空间。 出来就是第二个卫生间，同款的格子地砖和手帕与主卫遥相辉映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厨房，真的是非常的宽敞明亮。厨房配置有燃气以及大的窗户，在这里适合明火大炒，享受锅气十足的菜肴。